我是世业陈玉珍，还有我们原美里的侯乔珍里长，一起在这边跟大家问好。那里长也准备了非常好吃的造型甜甜圈哈，我们的。台南市元旦一定化身圣诞老婆婆，原美里里长侯乔珍化身白雪公主，共同伫圣诞节的时阵画上圣诞小礼物给里民。我今天大家看得出来我是圣诞老婆婆的装扮让我们的里长就是非常美丽的白雪公主那我想很感谢里长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特别准备了我们这个很可爱的这个造型甜甜圈，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平安夜希望把这个分送给里内所有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圣诞的气氛以外，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圣诞平安，大家快乐长大。虽然天气是冷飕飕的，那借由今年的耶诞节，能够带一点热情的那个祝福给我们里内的小朋友祝我们里内原美里的长辈也好，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耶诞节快乐。在队伍当中，有小朋友扮成艋舺角色，非常的古锥，也有人特别骑乌托邦来，也有人要求讲要下野，人气相当的旺。希望借着分享的动作，把欢乐甲祝福传出去，让规个里充满浓浓的圣诞节气氛。台南新闻杨硕华采访报道。